陽光透過彩繪玻璃灑下斑斕嘅色彩。年邁嘅 Father Francis 着住綠色祭衣，平靜咁準備彌撒。佢轉身望住身後嘅彩繪玻璃窗。每個人都問我點解要做神父，係咪因為聽到天主嘅召叫？都唔係，係天主用我嘅色彩同其他人嘅相遇，慢慢咁引領我知道佢嘅心意。我仲記得我16歲嗰年，一個令我困惑嘅下晝。阿 Sir 話我有藝術天賦，應該去報考美術學院。但琴晚 Brother John 你講到聖召係我嘅渴望同天主嘅渴望所交匯嘅地方。我想我嘅人生同將來嘅職業可以幫到人。我係中意畫畫，但我又幾想喺祭台度去服務人。我應該做畫家好啊，定係做神父好？我明，我後生嗰陣都係咁諗過。我本身係讀哲學嘅，成日反思人性同苦難之類嘅問題，但係我發現冇一個哲學思想可以解決到人嘅問題。而喺一次探訪老人家嘅經歷裏邊，我深刻體會到自己嘅臨在對孤單困苦嘅人嚟講好重要。我領悟到，如果知識唔可以變做美德，咁係毫無益處。呢份覺悟令我由哲理改讀神學，由讀書改去祭台，用神父嘅身份實踐信仰。你都可以考慮用藝術嘅方式侍奉天主。唔使急住揾答案，有時天主未必用言語去回應我哋，而係喺我哋遇到嘅人同事裏面。當時我仲未明佢哋講咩，直到之後我先慢慢明白。我以前覺得信仰離生活好遠，直到 Brother John 同我哋分享依納爵靈修道嘅一句話，在萬事萬物中找到天主，呢句點醒咗我。信仰其實係生命嘅底色，需要我喺生活經驗度慢慢分辨出嚟。我而家學緊護理，透過每日做意識省察嘅祈禱，慢慢學喺每個病人身上見到受苦嘅耶穌。即使喺最微不足道嘅交流裏面，希望未來可以喺病人身上服務基督。呢個就係天主對我嘅聖召。Therese 佢提醒到我，人生唔係非黑即白，而係有唔同嘅方式去實踐信仰，回應天主嘅愛。Francis 主動去揾 Brother John， 面上充滿對未來嘅迷茫。Brother John，Father Tom 話藝術可以侍奉天主，呢一句令我又高興又困惑。我應該做畫家好，定係好似你咁樣將生命都奉獻出去，去做一位神父？ Francis， 聖召唔係一條非 A 即 B 嘅選擇題，都唔係你直接問天主我要為你做乜嘢，就會即刻知道答案。天主自有佢嘅時間，聖召更加似係一段旅程，係天主邀請你同佢一齊合作，等佢嘅愛喺你嘅生命之中流動，同埋透過你去觸動其他人。你或者會發現，你心裏面嘅渴望就係天主嘅渴望，兩樣嘢係冇衝突嘅。今個星期六，我哋會去老人院服務，到時你不妨嚟睇下。當時我雖然唔太自信自己啲畫工，但我見佢一直望住棵枯樹，所以我將枯樹畫成枝葉繁茂嘅大樹，帶一啲希望俾佢。我同我太太就係喺呢棵大樹下相遇嘅。
都係喺樹下面離別，從來冇人問我點解成日望住窗外面。後生仔，你呢幅畫就好似將我哋心事都講晒出嚟咁樣。我冇諗過畫筆除咗可以畫人嘅樣，仲可以觸動到人嘅心靈，會帶嚟咁真實嘅安慰。你做得好好，我從來未見過老爺爺佢會咁樣笑過。其實唔理係藝術定係服務，最緊要嘅係你可以觸動人哋嘅心，俾佢見到希望，咁樣生命先至會重生。因為真正嘅愛唔會只用言語，亦唔會只用口舌，而係要用行動去證明。天主俾我嘅藝術天賦係用畫筆去畫出美善，同時天主叫我去獻身服務嚟觸動人嘅心靈，兩者其實係冇衝突嘅。我可以做天主手裏面嘅畫筆，用服務同藝術喺其他人嘅生命裏面畫出色彩。好多年之後我先知，天主從來冇要我喺祭帶同畫筆之間做抉擇，佢係要我將對畫畫嘅愛融入更大嘅畫布，即係人嘅心靈。我做神父唔代表我放棄咗藝術，而係用我嘅生命畫出一幅延展不絕嘅作品。多謝你 Brother John， 係你為我畫出呢幅追隨天主嘅生命藍圖。今日嘅福音提醒我哋，天主嘅召喚從來都冇停過。聽下佢喺你哋心裏面嘅聲音，嚟啦，跟隨我。你想行一條點樣嘅人生旅途？如果天主而家叫你，你會點樣回應？你想點樣同天主合作去服務其他人？